来看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今仔举行税收超定行税和民众的公听会，有学者是建议讲会当来考虑减税，某专家认为讲应该爱来推动税制的改革。 伫去年的税收超前5238亿，创史上新高。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伫最近强烈地咧推动全民普发现金1万块。随着立法院财政委员会召开税收超前害税有名公听会，找学者专家来讨论少子化跟这个高龄化的这两件事情哈。那我也希望这个我们立法单位跟行政单位哦，可以多多的去考量这一块哈，真的让人民有感哈。其实花6000块，花1万块，感觉的没有那么强烈。不会把这个超征的税收啦、税基剩余啦，好好的用来积极还债，税制又不合理。为了对纳税人做交代，以及对我们后代子孙负责呢，我干脆就认为还税于民了。针对税务收入实情数超过有算数，财政部已经成立税收估测专案小组，同时委员建立真正中央政府内地税收估测模式，借此来提升税务收入估测的精准度。财政部表示，税务收入比预期较悬，是依法征收，并不是外界以超收的名称来误解真济，超过本来应该扣税金额所衍生出来害税和民众的证据。所以，若是无考虑到整体预算的收支情形，恐惊有估税发现金的疑虑。财政部也以税务收入犹如预期，是无顶当财政存余的3大理由来反对害税和民众常态化。如果说你真的想还钱给我的话呢，5月纳税要到了，你可以少收一点税给我吗？就好啦，大家打8折、打7折就好了，不用这样来来回回的，因为很累。如果超征的税收全数都用来就是减少举债或是还债，那债务余额还是继续增加的话，不管是普发现金，每发1块钱就要举借新债1块钱。行政院主计总处是警告讲，若是税务收入实情数超过有算数的额度，达入有算法常态化规范限定用途，以后恐惊无法度保持弹性，应用国家重点施政的项目。因若普发现金敢未通过，依然是继续讨论才当定案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